電台 PTU 警員25641 call， 麻煩開源道78號，check個 code 6 ID Delta 258431尾數1 over。伙計啱啱 check 過，有咩問題啊？冇啊，電台啲伙計齋問唔守，我怕佢哋漏招啊 over。喺戲入邊俾人連續查2次牌，喺現實合唔合法呢？根據警隊條例第541條，警務人員咧，如果見到當時街道有人形跡可疑，就可以 stop and search 同埋扣留佢一段合理嘅時間。咁咧，其實連續查2次牌咧，只要嗰位警員咧係有主觀判斷嗰個人形跡可疑，然後咧係基於一啲客觀嘅現實咧，咁係冇問題，絕對合法嘅。但係現實上咪真係有啲咁嘅嘢發生咧，就好難講啦。咁如果你真係遇到呢啲情況咧，你係必須提供你個人資料，例如你個名啦、身份證啦。但係如果佢問你一啲比較敏感嘅內容，譬如話你有冇犯某啲法啊，你係有權保持緘默嘅。查牌。如果有咩問題咧，記得喺留言區話俾我知。最後記得 CLS 同埋 follow Mr. Solicitor。